美国总统 Trump 宣布4月开始，针对咱台湾在内10个国家要扣对等关税。咱台湾敢准备好要安怎应对啊？金管会主委彭金良表示，目前了解对上市上柜的公司，佮有银行贷款的影响，还佮伫咧控制范围内底。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开始关税战，风声要伫4月初2针对主要目标邮票扣对等关税。台湾也被列入垃圾15国。金管会主委彭金良伫立法院备询，外界关注金管会是不是做好形象。我们的交易所跟柜买中心针对我们所有上市柜公司有做一些了解。其实我们觉得在这些的影响的部分呢，都还在可控范围之内。金管会强调，目前评估影响拢伫应控制范围内，也强调伫将近30个产业别当中，其中25个产业拢是成长，只有6到7个产业是衰退，反映台股韧性真好。不过，美中贸易战是愈来愈厉害，外界关心咱的金融机构，伫中国到16间银行、87间主分行，资金风险接近1条，也对咧受影响。他们的嗅觉也非常非常敏锐，所以一路下来，其实我觉得他们已经感受到对岸的投资他们在减少当中，但是他把这种东西移动到比如说南向。同意不同意？我讲它是灰犀牛了，这个是。这个每个人对灰犀牛的定义不一样啦，但我觉得绝对是个重大的影响因素啦。另外，为控诉03大地震了后，一直有地震尾，有理会也质疑政策性保险地震险保障无够，而且理赔条件是有够严格，爱全岛或者是半岛才用理赔，理赔金额上至150万，最后就亲像地震税。今年7月会把的第一阶段的这个小幅度的变更把它提出来，因为牵涉到费率，还有整个商品的结构，还会小幅度的变更之外，要有一个大幅度的改革啦。金管会表示，目前已经在修正，上紧7月新方案会出来，希望带来更较侪保障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